今日帶大家睇380尺廚廁全包，一房一廳現代工業風設計單位。對於新式家居間隔有興趣嘅朋友仔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黑色金屬細邊緣關櫃，中空位加裝軟式燈帶，上面做儲物，下面有個5層鞋櫃。中空位唔加隔板，令空間更加通透。玄關櫃連接住同色系嘅客廳電視櫃，上層角落擺喇叭，再有黑框玻璃展示櫃擺放業主心愛嘅收藏。梳化將客廳區域一分為二，前面係休息同睇電視嘅區域，後面就放置大書台做日常工作區域。T 型路軌燈之後可以按需求調整。客廳右側用深藍色薄櫃連套門房，底部多樣式儲物空間連櫃桶，可以擺家居雜物同一啲比較少用嘅衣物。業主有養貓，趟門嘅貓洞可以俾貓貓自由進出房間。房間特別設計咗 L 字型高低床，上層係單人床，下層係4尺雙人床，連帶一個床頭儲物櫃。當然唔少得貓貓專用嘅迷你貓窩啦。翻來玄關左側就係浴室同廚房。L 型廚房訂做咗整套炭灰色櫥櫃配白色吊櫃，煮食爐底下留咗中間位置安裝家用式洗碗機，牆面選用淺砂色嘅特色文化磚，吊櫃配合日常使用設計咗多種款式，開放架、長虹玻璃櫃、角落櫃。櫥櫃都有3個獨立櫃桶，方便分類同收納廚具。最後帶大家睇埋浴室，灰色大理石紋磚牆，再配埋智能鏡櫃同底部燈帶，灰白色霧面洗手盆視覺上細膩滑順，黑框清玻璃趟門玉屏做乾濕分離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